啦，大家聽牧羊人嘅古仔，可能都係嚟自童話故事。不過喺香港呢一個石屎森林，原來都有一位牧羊人噶。李慧詩就去探過佢。呢度唔係新西蘭嘅草原，係洪水橋公路旁嘅荒廢草地。嚟，行。邱德安可能係本港唯一一個全職牧羊人，佢養咗120隻羊。年頭做到年尾啦，年初一都要放羊㗎。香港係石屎森林，港產山羊只能夠食公路或者引水道旁嘅雜草。如果唔正常嘅，佢企喺度唔食嘅咧，你就睇下佢係咪肚屙啊？呢啲唔係吹水嚟，係我經驗啫。邱德安原本喺食肆做廚房嘅工作，不過佢自細中意羊。03年佢朋友送咗3隻山羊俾佢，最初咧只係當寵物養，養下生得多咁咪就好高興咯，任佢生啦。後嚟佢決定自己開牧場，啲羊咧都係佢接生，隻隻佢都認得。呢啲咁啊近人嘅咪死。係啊，死嘅喎。驚人咧，我哋係摸下佢咧，佢就摸住佢啊，係啊。同人驚嘅。喺邱德安心目中，山羊係最有靈性嘅動物。即係放完羊翻嗰時，回途中咧就俾狗趕散咗個羊仔，所以留低個羊仔去山嗰度過咗一夜。第二日趕翻羊馬去玩個仔，見到嗰時個場面真係好感人。我自己都唔識形容，覺得養羊真係感有性。溫順嘅山羊，美食當前都各不相讓，一窩蜂咁湧過去。呢啲就係羊群心理啦。養山羊呢成本唔算高㗎，因為佢哋天生天養，主要嘅食糧呢都係野草，但係要照顧佢哋呢都唔易㗎，一日要餵佢哋食3餐。成年嘅山羊呢可以一日食到7至8磅嘅草㗎。牧場係邱德安私人產業，不過養羊收入唔穩定，一隻羊賣3000蚊，主要賣俾農場同埋賣俾回教徒祭祀食用，有時成個月都冇生意，要養一家5口，唯有慳啲使啦。睇之前細路仔就初都唔認同㗎，諗住有冇錢賺嘅。佢喺牧場外面起咗一個沼氣池，收集羊糞發酵，產生沼氣。用喉管送到屋入面嘅燈、煮食爐同埋熱水爐，慳錢又環保。而家今時今日有石油氣一罐都300蚊，我哋慳好多錢。養羊賺唔到大錢，不過賺到無比嘅滿足感。3隻羊可以養到咁多，都肯定有啲成績啦。人哋係養咩都得幾隻，我揾到我個嗜好啊嘛，我咪開心啦。無線電視記者李慧詩報道。好啦，睇完咁多比賽咧。